今5日6时27分许，20岁林姓驾驶人由文化二路右转复兴一路，疑似精神不济，撞击路旁停放约多辆机车，并波及路人后翻车。伤者由救护车送医救治中，经双方酒测值为0，真正车祸原因仍在厘清中。警方呼吁民众驾驶车辆应注意车前状况，当有精神不济时，应先适当休息后再行。